今集閱讀博覽為大家推介嘅係幫港出聲博客說書人嘅文章。香港新聞自由哪有下跌？小朋友都知，有心人則扮不知。不經不覺，香港國安法到今年已經實施咗5週年，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刊憲生效亦已經1年啦。香港電台製作嘅節目《國安法事件簿3》訪問咗英華書院幾位中三學生，參與對國安法同埋新聞自由嘅討論。之後，《星島日報》訪問咗幾位受訪學生，佢哋表示，落實香港國安法同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之後，香港一直保持高度新聞自由，並舉例指出香港新聞機構嘅獨立性。香港耀中國際學校中五生校報編輯葉子林亦都有喺個節目參與訪問，佢表示自己作為校報編輯，曾經有同學對學校有批評意見，校報亦都有好好報道出嚟。以小見大，香港一直都有住高度嘅新聞自由。10零歲嘅中三學生都清楚知道香港嘅新聞自由冇比過往低，咁證明咗乜嘢呢？就係事實勝於雄辯，香港嘅新聞自由從來冇受影響，連小朋友都知道。諷刺嘅係，小朋友都知道嘅事，有啲成年人就偏偏唔知，或者係扮唔知。無國界記者組織喺5月2號公佈世界新聞自由指數2025，香港較舊年下跌咗5位，跌至140位，首次跌入狀況惡劣級別。點解2025年香港嘅新聞自由指數會比2024年下跌？生活喺香港嘅你同我，有曾經覺得有任何嘅唔自由咩？筆者可以肯定咁講，冇。反而今日走喺街上，可以講出任何嘅真心說話，唔似得喺2019年講真話可能會被私了。邊一個時間較為自由？看官們可以自行定斷。回歸以嚟，香港一直都維持住各方面嘅高度自由，甚至可以話係太自由，以致被一啲人鑽空子，搞出唔少亂講禍講嘅事情嚟。到國家出手訂立香港國安法，堵塞漏洞，令到嗰啲想搞亂香港嘅人冇機可乘，嗰啲人就改為抹黑香港嘅自由度，藉此蠱惑人心，死心不息咁樣想繼續亂講。佢哋嘅用意真係路人皆知。再睇政府公佈嘅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，按年擴張3.1%，較上一季嘅2.5% 升幅有所加快。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最新發佈嘅2025年世界競爭力年報，香港嘅全球競爭力排名上升咗2位，去到第3位，係自2019年以嚟首次重返全球3甲。數字唔會呃人，香港嘅自由度如果有損，外地嘅投資者會嚟投資嗎？香港嘅經濟競爭力仲會有力提升嗎？呢啲同樣係小朋友都明白嘅道理。不過有心人會繼續扮唔明。